刚回来，你大喊干嘛呀？跑哪去了你？想跑什么呀你？知不知道我担心死了都快！你别喊，你跟他好好说，你问问他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你？这一下午都去哪儿了你？你跑哪儿去了呀你？去哪儿了？我去让一哥哥家玩了。那个依然，别怪他，是这样的，少宇说他看到依恋一个人在路上挺危险的，就把他带回家了。快来！快来！你觉不觉得特别怪异啊？谭少宇为什么要把依恋带回家？还有就是依然，听到依恋到谭少宇家的那个表情多难看呀！他私自带着依恋回家吧？原因只有一个，他肯定是想从依恋的身上了解依然啊。你想啊，他过生日那天，咱们觉着依然跟谭少宇特别奇怪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到现在咱也没查清楚吧？他肯定也在查什么，你想想。我想什么想啊？你什么都没搞清楚，要跟人结婚啊？你就不怕你这绿帽子戴大发了？真是。你今天跟少宇哥哥都干嘛了？我们拼好了上次没拼完的拼图，他还带我看了动画片，还教我说英语，我还帮他按摩了一下头部。你帮他按摩头部？对呀，就是用你教我的方法，他觉得可舒服了。他还问我们为什么来上海。你怎么回答的？就按你说的呀，我们来找一个朋友。哦，对了，他还给我看了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些照片，照片上的那个人好像你，不过看起来比你小，他是不是你啊？胡说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谭少宇那儿怎么可能有我的照片呢？我警告你依恋，照片的事情如果你告诉别人的话，我就把你一个人送回长沙去，听见了吗？为什么不许再问为什么，哪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就照我说的去做。我想跟你说，那个今天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，我郑重给你道个歉，我不应该把依恋一个人留在大街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好在依恋已经找到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还有那个谭少宇今天把依恋接走了，我明天去说他。哦，不用了，他是我的上司，我不希望我的上司涉足我的生活太多。不是那个，依然，我一直觉得你跟谭少宇吧，我没有想涉足你生活的意思啊，我只是觉得如果你们俩有什么误会、什么过节的，是不是能够摆在桌面上把这事给解决解决呀？我跟谭总没有什么过节，也没有什么误会，只是工作中上下级的关系。行了，我困了，我先睡了，晚安。
哎呀，我说你怎么这么慢啊？我都快等你半小时了。等我干嘛呀？饿死了。饿死了你就先吃啊。依然说了，要不等你一起吃。跟我一起吃啊？这么乖呢？表扬一下，吃饭吧啊！哎呀，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昨天你去少宇帅哥那儿都干嘛了？玩拼图，要我说英语，帮他按摩。哦，哎，你跟依然来上海之前一直在湖南啊？是啊，湖南哪儿啊？长沙啊。你怎么和少宇哥问的问题都一样啊？我跟少宇问的问题都一样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跟依然来上海是干嘛的呀？我问你话呢，是不是依然不让你说呀？啊？哎，咱俩玩游戏呗。好啊。我问问题，你来回答。这个游戏啊，我不玩。那行，咱换一个。我问问题，如果你不想回答呢，你就喝粥；如果我问错了呢，你就弹我脑杯儿一下，行不行？好。好。哎，你上次谭少宇给你那香水你拿回来，他有没有问你说依然什么反应啊？那谭少宇有没有问你，依然在湖南有没有念过大学呀？来，哎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跟依然为什么来上海啊？你们来上海是不是找人来了？依然以前有没有来过上海啊？哎，依然以前有没有交过男朋友啊？你别问了，少宇帅哥问我，我都没有说出来。你还有多少粥？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想什么想？应我都应下了。当然得想了，这么多钱你去哪儿弄去啊？想，我这不正想呢吗？想我怎么短期之内挣出这50万来。要不我问我奶奶？别，你自己的事儿就够多的。再说了，我说了要挣，这钱就得我自己挣，也不是马上要给，我就是得想出个办法来，总不能等工资吧？那除了中彩票，还真没这么快来钱的招儿。哎，我觉着吧，你还真没那脑子。要不你问问谭少宇？他标准的奸商。嘿，哥们儿，哎，如果你看着我说我是奸商的话，我会欣慰一点。没有，我说你是标准的奸脸，是吧？是尖脸的奸商是吗？对。少宇，是这样啊，我呢，短时间之内需要挣50万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想挣快钱，那就钱生钱呗，赚差价。别，这个风险太大了。你问问他，你有本金吗？啊，他要是把家里钱拿出来，万一赔了怎么办啊？哦对，赚大钱还不能有风险，这种好事你告诉我哪儿有？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你们俩？股票期货风险大，收入也大。哎，
要不你就豁出去试试？最近这黄金好像还挺火的，是吧？哎，我求你了，咱别脑子热行吗？是，万一运气好赚了就赚了，万一运气不好您赔了呢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好歹现在还靠着公司攒了点钱，万一要是赔了，您这前半辈子就等于白干了啊！你说，他有这脑子干这事儿吗？哎，你有这脑子吗？啊，干得了吗？我劝你啊，立马别想这事儿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不过以你目前的状况，天乐说的对，我觉得你还是别掺和。还有今天，我找天乐是有正事商量，所以。那个，我公司刚好还有一点事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聊。对，别着急啊，这事我帮你想了啊。你等会儿我，那我去西北城进点没钱就行啊。聊。改天见。行了，都走了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昨儿依恋回家没事吧？我觉得你这事儿吧，干的有点过分。哎，你说你把人依恋带走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未来我可是依恋的姐夫。我是依恋姐夫最好的朋友。我说了，今天有正事找你，你好好看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知不知道你的未婚妻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她把我们公司最机密的设计图纸偷了出来，而且还把它交给了张小琪。林天乐，我记得我提醒过你吧？我说过依然不简单。不是他给张小琪是什么意思啊？讨好他。行，我回家好好问问他。哎，少宇，我有一事儿一直不明白。你说你吧，一直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，为什么现在这么关心我和依然的事儿呢？我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，结婚对你来说，林天乐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而你娶了依然，我担心他会对你不利。而作为最好的朋友，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看到事情的真相。至于你信不信、信多少、怎么做，这是你的事儿，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